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鐵的辦公大樓，講有員工偷翕家己人，涉案的員工佇咧男女公家用的貴賓室的便所，放迄種摳喙鬚的電動鉤刀，監控攝影機就放佇咧鉤刀內底，結果互受害者發現報警，員工互逮捕，至少有3個人受害。台北車頭人來客去，除了辦公人員嘛有濟旅客。不過我西邊的辦公大樓卻傳出有員工偷翕。台鐵公司傳出有員工在1樓的廁所放置電動刮鬍刀，不過這個廁所呢是男女共用，引發聯想。事後也被發現裡面裝有針孔，害怕還是怎樣？對啊，會啊，還是不太好吧？正常來講是會怪怪的啦，因為男女共用廁所，然後在裡面放一個私人物品。1樓門口各是擺寫旅客被當起來，便所嘛無對外開放。涉嫌偷翕的30歲姓翁的台鐵員工，佇咧貴賓室便所水槽碗，放電動鉤喙鬚的監控攝影機偷翕。被害者感覺怪怪去報案，初步調查已經放1禮拜，上少有3個人受害。翁先生精神虧去10萬塊交保。查甫人當時閣佇咧上班，知影代誌不康，人看起來心虛，當場叫鐵騎路警察抓起來。該物為針孔攝影機，立即循線追捕犯嫌，依妨礙性隱私現行犯逮捕。對這樁代誌，台鐵回應已經請清潔廠商針對台北站全部便所做反監控偷翕的檢驗，嘛會開始訪視關心員工，會佇咧明仔載召開專案考訊會議。若閣有偌濟人受害，警察會閣繼續追查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